韩国正出名的好丽友克里姆鸡卵糕验出可能会造成食物中毒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南韩政府已经启动回收作业，要若这款物件伫咧台湾也当买到。不过代理商表示，台湾卖是越南生产的，这产品拢符合规范，也当主动送检。松软的鸡卵糕搭配真重味的奶油两仁鸭，韩国的点心鸡卵糕，民众一直真介意。不过南韩是由出广告，这款好丽友鸡卵糕由第4青州工厂制作，生产日期是2023年12月22，保存期限到2024年6月21。拢总有1318.2公斤，验出金黄色葡萄球菌，恐惊会造成食物中毒，已经要求要停卖，搁赶紧回收销毁。蛋黄派还有里面有一些巧克力派，里面都含有糖分，特别容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如果保存不当，就可能会出现金黄色葡萄球菌。医师表示，这种鸡卵糕若互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民众食落腹肚，会伫1至7点钟内发生食物中毒，镜头会出现胃会吐、腹肚痛、落瀉、发烧。国内代理商星河国际有限公司是发声明表示，国内所卖的商品是越南庆生产制作，产品拢符合规范。韩国好丽友蛋黄派产品遭检测出金黄色葡萄球菌一事，经本局向食品药物管理署查证，我国未有韩国的相同产品输入记录，因此也未通知本局针对相关产品进行下架回收。针对这个事件，大卖场家乐福表示，所卖的好丽友鸡卵糕生产地不是韩国本地，不过也是预防性拢落来，厂商会主动送验，确认无问题才会继续卖。虾皮购物加大润发也拢已经预防性落来，消费者若是有疑问，会当提买商品的发票去原购买门市服务台退货。记者综合报道。